主后2025年9月30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彻底毁灭后的希望。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西结书24章第10到14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4章。第9年10月初10，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着为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做记录，因为今仔日巴比伦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你着向这个悖逆的子民讲譬如，甲因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甲鞋仔下伫火顶面，下好势，倒水伫鞋仔内面，将切做一块一块上好的肉，就是肩头肉甲腿肉，甲上好的骨头，甲鞋仔堆满满。取羊群中上好的羊仔，将柴放伫鞋仔下面，甲遐个骨头甲肉煮互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惨啊！这个老人的肺的城，生鲜毋捌入过的鞋仔，内面的肉毋免抽签拣，着一块一块拢甲摕出来。这个城还有杀人流出的血，血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毋是倒伫涂骹，会当用土砍。是我予这个城将杀人流出的血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袂当用土砍，是要激动我的受气，甲因报应。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惨啊！这个老人的血的城，我要亲身踏一大堆柴，添较侪树蛙，互火较炎，甲肉煮互烂，汤放甲打去，连骨都臭火焦。了后，将空的鞋仔下伫火顶面，互鞋仔热，甲虫烧红，互内面的垃圾扬去，鞋仔就无阁有鲜。毋久，所有的落拢无采工，鞋仔厚厚的鲜用火嘛除袂去。耶路撒冷啊，鞋仔的鲜就是你的阴性，我想要甲你洗清气，毋过你毋肯，所以伫我对你发大受气以前，你的垃圾袂当除去。我上主捌讲，我采取行动的时机到啦，我袂改变心意，无要怜悯，嘛无要宽容。我要照你的所行所做，甲你审判。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彻底毁灭后的希望。主前597年，第一批犹大人甲约雅斤王受掠，做伙去到伫巴比伦，先知以西结也列在其中。以西结流亡的第9年10月初10，巴比伦大军开始围攻耶路撒冷城。大约2年了后，伫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城就被巴比伦王攻破。伫这段期间，犹大人引以为傲的圣殿遭受无情的围攻。上主甲先知以西结讲，爱向悖逆的犹大人用譬如传达信息。首先，先知用献祭时，烈火烧滚堆满祭肉的大瓦图上，来说明犹大人的遭遇。原本上顶肉是要表达献祭者的虔诚甲喜悦的情景，但是伫上主不断添加木材之下，这个大瓦却完全走样。画中的肉一块一块受掖出去，
烈火烧尽胃中的一切，汤煮甲焦去，骨头也烧焦。饼空后的锅仔，互火烧甲红记记，连锅仔顶的铜线也差不多烧做火灰。经过火炼除线了后，锅仔就得到洁净。先知以西结用这个譬喻来说明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受巴比伦大军围攻的遭遇。耶路撒冷的精英就亲像锅仔中的肉，一块一块受硬出来，全部受掠到巴比伦去。迄充满污秽的城市受净空，被烧甲红记记，杀掉粗糠，留存好米。未来上主的圣城才通得再现。上主为什么借着巴比伦的手，亲自毁掉用伊的名所设立的圣殿呢？先知以西结清楚表明，耶路撒冷无搁再圣洁，世界充满杀人流血的事件。对上主不忠的淫荡生活，互耶路撒冷失去圣洁。上主决定采取行动的时阵到啦，罪恶必须受到惩罚，耶路撒冷必定受毁灭。上主透过先知的嘴宣告：我采取行动的时机到啦，我袂改变心意，无要怜悯，嘛无要宽容。我要照你的所行所做，甲你审判。以西结原本是祭司，蒙上主呼召做先知，用圣洁的眼光来审视耶路撒冷的灭亡。上主呼召以色列人爱成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总是以色列却对上主不忠，违背律法，流无辜的人的血，拜迦南神明，迷乱强国的外交手腕，污秽圣城，致使上主的荣光离开。基督徒蒙召也是为着要荣耀上主。基督徒通讲是新的以色列人，要承接以色列的信仰传统，相款诚侪圣洁的国民和祭司的国度，活出圣洁的生命是上主对咱的期待。基督徒的生活若失去圣洁，教会若失去上主的荣耀，上主惩罚的烈火相款会烧过来。精炼过后的教会，上帝的荣光才会再现。默想，教会和个人的生命安怎展现上帝的荣光？教会和个人的生命安怎展现上帝的荣光？咱来祈祷，为人受苦的上帝，你伫受苦的仆人耶稣身上展现出你的荣光。教会因为安尼，以认同和受苦诚侪世间人望的记号。当我一心寻求上主的荣耀时，求你互我无袂记得十字架的苦难，才是真正荣耀的记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